從聖經真理點亮生命，從心靈故事啟迪人生。靈命日亮，每日與你同心同行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祈求聖靈引領我哋以下嘅時間，安靜我哋嘅心靈，親近上帝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主題係與上帝同工。我哋先聽一聽詩篇72篇12至14節嘅經文啦。第12節，因為窮乏人呼求的時候，他要搭救；沒有人幫助的困苦人，他也要搭救。他要憐恤貧寒和窮乏之人，拯救窮苦人的性命。他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強暴，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貴。喺2021年，塔利班組織迅速掌控阿富汗嘅政權，導致數萬人面臨無路可逃嘅絕境。好多人孤立無援，陷入絕望，而各國嘅人民亦都立刻展開救援行動。其中有一位美國嘅年輕人就喺社交媒體發起募捐活動，籌集咗700萬美元作為包機費用，幫助民眾撤離阿富汗。而呢位年輕人喺接受訪問嘅時候，佢咁樣講：喺呢一種情況底下，我哋應該放下政治分歧，各行各業嘅人應該真正團結起嚟，共同努力拯救呢一班人啊！佢哋選擇挺身而出。呢度唔單單係喺阿富汗，無論喺摩天大樓，又或偏遠嘅村落，世界各地都有好多人正在獨自承受極度嘅悲傷。不過令人驚嘆嘅係，上帝總係關注呢一啲充滿苦難同絕望嘅地方，最終佢必定按自己嘅方式同佢所定嘅時間施行拯救。就好似詩篇72篇12節和合本修訂版所講：貧窮人呼求，他要搭救；無人幫助的困苦人，他也搭救。而奇妙嘅係，上帝提供幫助嘅方式之一就係透過你同我向人伸出援手。詩篇72篇記載咗所羅門王同上帝嘅作為，而兩者往往都難以區分。上帝係拯救者，而佢呼召我哋與佢同工。當我哋睇到唔公平嘅情況或者苦難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同上帝同工，勇敢踏進艱險之地。我哋亦都可以跟隨上帝走進嗰啲需要援助嘅角落。各位朋友啊，你曾經有冇見過一啲睇嚟似乎無人援助嘅困境啊？面對咁樣嘅情況，你又點樣伸出援手與上帝同工呢？詩篇72篇12節和合本修訂版：無人幫助的困苦人，他也搭救。邀請你，我哋一齊禱告主啊！親愛嘅上帝，好感謝你承諾會幫助我哋，亦都好感謝你呼召我哋與你一同幫助他人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門。靈糧透視。喺整卷詩篇當中，有2首詩係明確標注為所羅門所寫嘅，分別係第72篇同埋第127篇。而喺種子聖經注釋當中就指出，詩篇72篇係一首君王詩，內容係為耶和華所膏立嘅君王祈求興盛。
呢一首詩亦都係彌賽亞詩，因為耶穌係基督，即係受膏者，自然呢就承受咗上帝對大衛以及佢後裔所應許嘅一切。呢一首彌賽亞詩係預示耶穌將以萬王之王、萬主之主嘅身份再來，終結一切不公義同苦難。而1,100年後，詩篇72篇亦都啟發咗英國聖詩之父以撒華茲，佢創作咗經典嘅讚美詩《主治萬方》，係頌讚基督未來要喺全地掌權作王。今日喺我哋等候耶穌基督再來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同耶穌同工，幫助嗰啲正在受苦嘅人。求聖靈幫助我哋靠着基督活好今天嘅生命。如果你對今日嘅內容有所共鳴，邀請你可以轉載同其他人分享。另外，今年嘅母親節，我哋將會出版一本特別為母親禱告嘅靈修小冊子《愛以禱告愛媽媽》。當中我哋會有為媽媽禱告嘅禱告時刻，亦都有靈修文章以及反思問題。讓我哋透過10個方面為媽媽禱告，鼓勵你可以同我哋索取呢一本小冊子，或者都可以送俾你身邊嘅朋友，讓我哋一齊以禱告去回饋媽媽對我哋嘅愛。如果你想索取嘅話，邀請你盡快同我哋聯絡，我哋會以郵寄嘅方式寄俾你㗎。願上帝賜福於你。